蔡錦輝，循理會中心堂嘅主任牧師。現代人成為低頭族，習慣邊行路邊睇手機，看似好充實，但其實有危機。現今人類嘅生活被網絡通訊科技完全滲透，呢個帶嚟便利，但亦係一種束縛。我哋嘅生活從此不能離線。牧養在線呢本電子書研究網絡即時通訊對教會生態所帶嚟嘅影響，從而探討如何喺呢個網絡世代中守望教會，作出更到位嘅牧養，可以善用即時通訊科技嘅優勢，亦同時注意到當中可能引發嘅弊端。牧養在線呢本電子書會從牧養職任嘅4大範疇，包括領導及管理堂會、培育及關顧信徒、個人靈命培育同日常生活調適呢4方面，去探討同分析即時通訊科技喺當中所帶嚟嘅影響，有乜嘢正面效益，又有乜嘢潛在嘅危機呢？網絡通訊為我哋嘅溝通模式帶嚟範式轉移，信徒嘅聯繫方式不再一樣，教會嘅牧養亦需要與時並進。牧養在線呢本書提供咗喺研究上嘅相關數據同參照實例，讓人了解喺即時通訊科技嘅影響下，教會牧養嘅生態實況。網絡通訊並唔能夠取代人面對面嗰種有溫度嘅接觸，但如何喺呢個世代善用即時通訊科技，喺教會當中做到更整全、更到位嘅牧養工作，相信書中嘅研究同分析可以幫助你有更著實嘅理解同反思。期望呢本書可以祝福教會，幫助牧者同信徒領袖靠着主，為主嘅群羊作更周全嘅餵養同守望。阿門。